愛係療養犬，大家人係愛睇的。有人講愛用食物寫詩，有人係愛食物藝術家。愛用食物來描寫對事情的感受，體驗人老人的關係。係講有人因為愛嘅料理感動到，該係愛做處事最大嘅滿足。禮拜愛對處事專做旅行人，去到大隻國條，用料理來記錄立場。愛老旅行變做一品菜。吉隆坡馬來文按做庫拉隆坡，意思係難耐好橋，跳過係幾大片的難題，天等環境的變化，兩下已經係發展第一家嘅都會起來。我行過兩條河壩，看到吉隆坡清橋的競爭時，有8個人研究咧。順條的山茶好橋，帶來冇共用的族群，個個生發的咧。有種熟悉感覺，但係我行到兩條街路行，因為我係那無產的人啊。愛看較好去看、去觀察那背後的故事。剛剛我們從前面就看到很多餐廳，然後被那個味道吸引過來，然後每個排油煙機都排出不同餐廳的味道，那個味道很強烈。然後看到這樣，我就想起自己在餐廳工作的樣子。我覺得這樣的氣息啊，真的很迷人，也像這次來馬來西亞感覺一樣，就是吉隆坡雖然有新的一面，但是我們看到隨時在街頭上都可以看到它那種舊的一面，又如此吸引人，如此強烈。我嘅藝術家朋友阿力哥，佢係大多吉隆坡嘅客人，對華人去懂熟悉，希望佢做得大家去看一下那都市背後嘅故事。嗨，阿力，我在那個中山同鄉會的1樓了，你可以下來接我嗎 ？Hello。嗨。所以你的工作室在樓上？對，在樓上。那現在我們可以去哪裡？要不要去你小時候住的地方？好，怎麼走？長大的地方。長大的地方。是。你一段段是別人講出嘅莿蔥街，係吉隆坡真出名嘅唐人街，嘛係阿力哥國民學校結下老寮嘅位所，有幾百年嘅歷史。所以這晚上是夜市，是大部分是賣衣服、賣衣服、賣一些冒牌貨，就沒有特別值得可以買。可是這個羅漢果，我們可以來。好，這個嗎？喝一下這個羅漢果。好，我超愛的。冰的，2個不要冰的，2杯。有超過20年啦，你哋個檔。40年啊？40年。其實因為在台灣羅漢果啊，一般我們都喝熱的，我是第一次喝到冰的。因為這裡天氣很熱。對，你看它的招牌上面那一排呢，寫的是馬來語。馬來文。對。怎麼念？ Air mata kucing，mata kucing 是龍眼。龍眼。
可是古晋是猫哦，其实龙眼在马来语是猫语。我本丹话到老韩国系汗肉甜甜，莫名到加了牛眼肉，香香的冬瓜蓉变汤为按清凉退火，再个加了一桶吃的变苦，地年平均温度30度的马来西亚，我一下0.8度做的。是个两岁的，你下想食东西的。啊！你个大爱是一件老店，金莲记。它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吃这个福建面，对，炭炒福建面，哦，比较黑。然后另外就要点这个老鼠粉。老鼠粉为什么叫老鼠粉？是它的样子长得像出生的那种老鼠的尾巴，小老鼠。就是这个蛋黄要，然后你要再刮一下它的底，刮一下底，那这样它下面的就不会焦的，炭烧很香。它这个也是炭烧，对，好吃。好。所以这个里面通常的味道，大部分会是猪肉吗？还是海鲜？猪肉会有那个猪油渣，会有猪油渣。第一口的那个猪油的味道是蛮重的。如果以客家来说的话，它有点像我自己住新竹嘛，炒那个板挑，炒板挑的时候，其实那个滋味有点像新竹人会炒米苔目，那它的颜色就是干净的，就是一个是比较黑的，一个是比较淡的，那它的滋味其实那个面体的口感蛮接近的。老鼠粉是系印尼的米线木。也肯定的，请特别的是系保留老师烧火炭的做法，虽然好吃好讲，不过火炭铺的主料老海鲜掠到都有火炭香。莫怪阿里哥会讲啊，也是基地其他味素青岛的糯米水。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颜色。很多红色，很多黄色，很多绿色，然后还有那种蝶豆花的紫色，空气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味道。空气中好像有很多不同味道混杂在一起，这是正常。然后那个味道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好像可以闻到那种印度的味道、华人的味道，然后从食物上里面就是说它好像有很多层次。我跟朋友都会回来这里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还保留着当年的那个味道，对。很旧的味道，然后样子其实也没有变化太大，对。所以即便周围的店卖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市场街其实那种新旧的东西一直在变，但是这个味道一直都没变。其实它可以把很多人以前对市场街的回忆去抓回来。那就走了，拜拜，拜拜，拜拜 ，Thank you。拜。15年學情感，建築本人面到路挑白，始終界嘅門料，訂作橋嘅鋼件，阿里個大眼認識反映式嘅東西。我哋下回去轉想，主體上是觀光化嘅感覺，我喺卡上嘅啲，也大會嘅客人係用半個年的人咯。為咗清兩種菜體常有嘅名水，我去到吉隆坡省外嘅花園新村夾堂，來拜訪一大家嘅客人家庭。時常到馬來西亞是按照巴薩。買東西嘅老賣東西嘅，全部係華人，做些生意嘅人，冇限啲嘅叫玩韓國嘅銀行。我青島嘅家庭，還不也愛煮3種族嘅澎湃，大咗都來買菜。我係吃不餐嘅人，當然睇好嘅就係翁氏蔥咯。主呢係禮拜愛大眼認識花園新村嘅少個人。
祖儿，哦，我係 Ted，啊，因為咧喺亞啲哦，夾通最大嘅童年巴薩，是，這是最大的巴薩，算是華人的巴薩。哦，華人的巴對薩，所以媽媽在月餅那邊，啊，媽媽在買月餅，哦但是因為早市什麼都有賣，月餅不一定規定在百貨商場，哦巴薩也有賣，巴薩也有賣也是比較便宜的啦。哎，媽媽的是 Ted。 Hello，對，對好，哎你好，你送我嗰個袋咧，俾個袋我嘛。我媽媽很熟哦，常來這裡買。誒，我做一句黃椒雞同埋一句薑鴨嘅。这个市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們過年過節啊，对，就是很多東西賣。過年過節很多東西賣來講呢，這邊東西我們特別比較有熟悉的檔口，就我買慣了那個檔口啊，我要知道哪裡啊，我買東西。如果我在別一邊的市場是完全是不會知道是要買什麼東西。這個巴薩是已經從以前到現在就是傳統，大概有多少年了20多年。 ？20多年哦。祝年家妹场地所有卖盘的清单，书局当家紧托紧卖，去伫顺挑的祝年，拄从一届定情的助手，定定的藤书强下来卖盘。今天會有幾個人來家裡吃飯？有大概有30幾種。 30幾個。我的親戚， 30幾個。對，哇差不多哇，好嗎？溫很陽厲害嗎？哦。對。那個所以喺哪裡都媽媽自己煮嗎？有幫手嗎？媽媽自己煮。自己煮。哦。那我可以當你的幫手。哦。可以吩咐我。因為我們去幫忙，他會覺得我們越幫越忙。哦，真的哦。因為他是專業的，我知道我們這些業餘的，只能是炒個雞蛋還是怎樣而已。言談講話當中，我感覺祝年家妹嘛該都懂曉，有卡的大細事情，佢總係一書包毛巾做，洗面凍腔凍有魄力。戀愛了解專業客無產的人，佇祝年家妹面挑戰，每點點佇順挑談書。祝年嘅阿妹凍有講凍有熱情，講解全部是係記掉的日常。一路講冇聽，我看兩姊妹嘅相處，是係阿妹講每日怪怪談。唔過撒下來幾年，兩姊妹有冇同樣嘅變化咧？拖鞋哦。好。哇，這是神壇。啊，我們媽媽是童神，所以家裡是有一個小神壇。吹賣好咧，笨蛋話多會直接落咗下。唔過一落門，躺下有神壇，有一種大難嘅望見燈呢。我一下是注意到咧，原來祝年家妹還有哪一個身份？統計，這原因都為來門市排除新冠度嘅販售。業務我很嚴，我係你。業壇我堅持。擺我亦都插我叫九支嘅五支，然後亦都五支哦，我哋五太老鼠公現九支是觀音的，合格了。可以了。所以每個人來家裡都會。基本上的話，他們可以拿香的話，都會的。都。有點像是儀式和一個習慣了。對。每個人來到家裡面先拜拜。那你係壇嘛？這是一個。如果係你一個戶客嘅普通嘅家戶啊，你就可以唔數受香嘅。來拜拜都做得，但係我哋係壇啊，壇咧善壇嚟講咧，一天愛受香嘅，就係個尊重家哋、尊敬家哋。啊，每陣都多嘅。建初一15娘生日，祝你家妹都會揾拍攝的相，
还有大 app 都是记录生命的交通。贵族的祭品爱为生命准备好来，没爱过多无卡生人的都市。主呢加沃卡有2解做下，图马来西亚大体是安样的。记录讲照射分开，地福卡图的是做冷盘用的，会用到火气炒界，都会是毛背或烟下嘅食做下，係唔係當生錢咯？細細地方，啥係做澎湃主要嘅位所。他当年啊，做太子啊，大日子啊。对，这个是俺给婆婆啊。你婆婆教那个家婆以前传统啊，传统的菜。像我们今天又吃什么福建面啊，或昨天吃老鼠粉啊，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菜啊颜色都是比较黑。哦，黑油哦，这个黑酱油。哎，这个啊，这个黑酱油啊，就是它的功劳，对不对？对。它很浓稠哎。馬來西亞嘅花園料理為主到烏酥酥，先用猛火去炒，會有火蘭味，還會用到2罐烏條油。烏條油甜甜嘅，有碰湯老湯去炒過嘅梅水，食起來就唔會暗鹹。用到料理度一下子有甜甜火蘭味咧。係馬來西亞挑梅料冇辦法代替嘅，呢一種食為本人當想去食嘅，有樣係一種神奇嘅文化所在。我哋要加多少蠔油去？哇！我見見到薑母鴨好，係煮好係放嘅，等係都放入去煮包lên嘅，放佢包lên嘅。姜母鴨咧就放姜，OK。就是今天在市场买的那个嫩。這個嫩那個嫩薑，薑我已經給它搬佢濕過呀，濕咗一個薑妹啊，辣喎，聽冇？因為我再來去了水，對，燙過，穿燙過。燙過，都沉落去做個薑母鴨。所以都已經先處理好了。處理好了。做下係阿妹嘅讚窗，做呢家妹買到嘅係嫩薑，獨當體。是按照此薑，有薑麻香，用唔辣。你啱你看到不夠唔夠糊啊，你就放一點紅果一個黑醬油。哦。也就是還要放這個花雕。花雕酒。對。這個煮法真的跟台灣完全不一樣。對啊。OK，聞一下。很香哎。哦。我現在知道說，為什麼早上跟我講說。你的薑母鴨不是湯，是菜。我現在知道了，因為台灣是把它煮成湯。到台灣，人會用薑麻條去溫湯；馬來西亞係用溫用炒嘅來做了出菜，先炒出薑麻老紅肉嘅香，再個用溫火慢慢去煮比糟脫。我特別講嘅是係。做呢家咩兩品菜，為本成人加食基本盤。我係一個豪滿奶氣料嘅總鋪，佢係一個老生命交通嘅阿妹。我哋嘅生命故事冇窮樣，啲倆細細做下嘅飲，係很難得嘅養分。做呢加布卡大條是樣嘅，富權嘅領沙都好盤作強人客，老台灣盤作冇窮樣嘅係，呢位係一家夾菜白費嘅方式。做呢加咩後生街下，聽家娘窮下以老人盤作，所以白費是係親戚朋友大條是嘅方式。做呢加咩會將呢傳統傳下去。不獨嘅生命作茶燈香，我冇怪咪食到香噴噴。媽媽就特地今天為你煮的。
强下食伴是一年大家联络情感亲好嘅方式。祝你家妹嘅收录出来，本大家始终强下，行上行下夹出亲人讲话，我咪感受到一百岁下年嘅味素。大家实在系祝你家婆春下来嘅梅水。阿婆还留了一项东西，本大家就是记得几个好数年。这个都家婆，很重了，你知道吗？家婆传流带家传的，家传，我拿拿看，很重，好重啊，很重，很重。真的很重，对，很大。因為屋條啊，嗯，可以做本100隻顏色，最少这可以煮100，它一次量可以。哇，它的六这样10重了，已经唯一留俾我做經驗哦。是，所以这也算传家之宝。傳家之寶。馬上滿足。家婆講過啊，講這攞面樣都好啊，唔得拿去賣哦。了只題目嘛，做過幾百場嘅白費，去過省市，未去過中條，了下定定掉地無影下嘅白項，當個留點水嘅老生會，未留點大家人對住你家婆嘅思念。即係你見到家婆家公係唔睬佢嘛？已經佢喺往喺呢個世界啊，遊樂世界。即係講前年來上會嘛，也係要劍些毛類些嘛。我啲姊妹都係話再劍些姊妹也後啊，下意思是下意些咗各不相干，陌生人啊、路邊人啊，即係冇見嘅咯。而到嚟啲東南四國都唔知道嘛，所以喊個緣分嚟嘅。啊，所以要珍惜、展示我哋喺目前嘅姊妹嘅緣分。父母嘅緣分，強下食伴，來講情感，幾乎卡嘅人都到來咧，愛心管都吃到當少嫩，做得是到了春盤，未算係悠然千里來相會。早晨，祝你老我看人大愛其實家通最有名嘅早早，佢就按做三個面。在台湾有吃过排骨面吗？有啊，有，之前排那個那個40那邊啊，爸爸超愛哦，太，係啊，天都愛食。天晚上。一刀條，連老闆一乾到哦，點都因为我对面的民宿而已。最重要都係冬天，我也是很喜欢冬天，真的，因为我们这里出生就是在四季啊，都是夏天，這個都係夏天嘛，熱嘛，台灣冬天啊，是我超喜歡冬天，又冷，然後你吃熱的東西又爽，炸的也不怕。我在台湾吃的早餐跟这里吃饭有差。台湾通常我就是早餐店的那种汉堡、蛋饼，那边就是早餐。然后回到这里呢，真的是不同。我们这里比较偏中餐型的，就是面食、饭、鸡飯，或者是茶就是飯早餐就要吃饱了。啊，都要吃飽。老家有看人大嘴鼓，我對了解愛食台灣美食，對食物有很多回憶嘅細妹，我很卡上愛，家人食嘅多啲。你祝你有家12公里嘅位所，有一個是馬來西亞天出愛去嘅景點，按做烏鳳塘。有太太準嘅建設選項，係印度教嘅身體。印度教徒會把點重重嘅東西，用最虔誠嘅心，爬上200人團嘅台牌。係代表贖罪嘅意思。
俩下腿派去做七彩结实，为俩中央嘅身体加强轻度嘅发力。所以千万不要拿食物。脚会真的累。对，看一下。他是爬了一半了，还有一半。哎，那抱着宝宝。啊，对。后儿对印度教来讲，系代表神圣嘅通话，总得去脚机，一路行上来，我未感觉了到后儿当地认识，不过面对印度教徒嘅虔诚，我心敢去了解到，未唔敢青菜，会爱吃到都唔自然。他会抢东西的。有可能。漂亮。所以就没花。哦，终于到了。哎，进来就凉凉的。凉的，因为它是冻。然后一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想象，其实很不一样。对。一进来，然后别有洞天。对，往上面看，真的是一个洞。它天然形成的洞来的。然后这个岩壁，我觉得非常特别，然后加上这个庙非常的华丽，有那种很冲突的感觉，因为这个是原始那种天然的一种。Yes. What is your name? Ted Liao. Ted Liao. Joey. Toby. Ah. Pray. So. OK. Open. Keep open. Bless you. 那我们刚才从底下上来嘛，有看到这里是印度庙，然后来到马来西亚又发现说，哎，其实这很多的种族在里面。去到你们要做客又发现，哎，你们好像真的很会很多语言。哦，我哋係半桶水。半桶水。哎，我都係半桶水啊。真的啊。啊，很多的半桶水，就成为一桶水了。真的。那我大概1/3桶。就像我昨天听到你们讲一句话的时候，里面就有华语、英文、马来文，这基本3个必须要。还有广东话。广东话是吉隆坡比较居多。对，还有客家话。啊，客家还有福建。5種語言。我嘅客家話啦，係聽我嘅父母同埋老人家講嘅，你係人哋從細，我哋從細聽人哋講客家話講得太曉聽，但係唔曉講。去到中學咧都可以試學講，因為老人家唔係曉説同文，就是中文。但我去到你家，我發現到，哎，其實你看你們會講那麼多語言，然後客語你們又保存得很好，像我看你們親戚其實都會講客家。係啊。那這個你覺得是因為什麼原因嗎？就是你們家族特別在意這件事情。係我哋家族比較注重，因為我阿媽從細佢講啊，好賣主公田，冇賣主公山，就是我們必須要保留自己的原聲，一定要那個。因為現在好多後生人唔曉講自家嘅方言。那我覺得說，因為我自己的生長環境就是都沒有在講這件事情。我到了30多歲的時候，才意識到，哎，這種語言想要把它找回來就很難。我覺得對我自己就較難。老台灣內比馬來西亞嘅文化有樣所長太馬，有印度人、華人、馬來人三大族群，做呢家福卡罕係講下較多，愛吃到東南的，去做到未冇按過啊。很多華人按團結，感情按好，我只想到錯安部，祝你老家妹共過解圍。做嘛到老都好，到70阿婆、80阿婆，都係愛按用雙匯。媽媽有時常講一句的，他時常講一句是姊妹長，斷牙用。他是講姐妹的感情在一起相處的機會比父母還要長，所以就講姊妹長斷牙用。所以我們有什麼的話是兄弟姐妹比較互相扶持，因為父母會比我們早不在，所以是到時候陪伴我們的是兄弟姐妹。兄弟姊妹，長姊妹斷牙用。阿妹雖然講希望見到兄弟姊妹愛相互天書，不過我感受得到。佢情關係掠到子女，希望佢掠到全部都身邊。
结果还是唔着急嘅意思。朱尼老其他姊妹全部出众去读书，是条路。大家分开嘅时间好多，老家妹从头唯有日日多。东西本人食得饱，未本人请到嘅费日，我想谈看啊，祝你老家妹嘅事情，所以决定做一篇祝你俩下深度嘅台湾做照。老板，这个紫色是兰花，那哪边有卖兰花？兰花，对啊，真的没有兰花那个花没有了卖，再去问问看这附近有没有卖。祝你加夫卡嘅中风有青岛嘅吊锤色，我想要请吊锤色嘅法来料理，都是从行上行下，亲来亲去，没想到也法适度祝你加夫卡顺条停停。这个就是蝶豆花，卓家他们非常喜欢紫色，那我们就用这个蝶豆花来做天然的那个色素。好，来，进来。好，位置到了哦，摸摸看椅子。我不知道前面的是什么。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看到别人比我更紧张。眼前有今天我做的食物，我想要请你试试用手去往前摸摸看，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听你讲说，哎，你最喜欢吃的早餐，是什么？蛋饼，有怀念台湾的味道。因为马来西亚用了好多有颜色的天然色素，那蝶豆花又是一个很容易取得，原本我以为很容易取得，结果没想到我们在市场上花了蛮多时间在找。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好像是我们一直在找一种生活的美啊，去哪里都找不到，结果就在路边，蛮特别的颜色。那这里葱蛮特别的，我觉得比较像台湾的猪葱。好，我们现在就来挑我们的面饼糊。那我就试着用木薯粉来加强它，然后我现在要加等量的水，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盐。所以边搅拌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会变越来越浓稠。倒进来过滤一下，它的水就好。台湾很习惯用的蛋饼酱就是那一些，那我想用它这个架上有的东西去呈现卓妈妈厨房里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现在就把刚刚调好的粉浆，你尽量把它煎成圆形，这样我们比较好去跟蛋去合一。这时候就把刚刚的这个蛋饼放进来，我们要颜色比较金黄哦，跟刚刚全蛋打下去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好，完成了。但是我们现在准备寿司，我想要加一点他们的厨房的一点咖喱粉，一点点的白胡椒。我觉得很有那种焦糖的感觉，还不错。液态的寿司，我们把它变成固态。我想要让主儿去试试看这样的味道的差异。好，我把它夹在里面。什么味道？鸡蛋。慢慢的吃吃看，有没有什么跟刚才想的不一样的感觉吗？它里面有一个，就像蛋饼啊。哦，就像蛋饼。
刚刚我吃到有点里面有甜甜的感觉，有甜甜的感觉然啊。后还有就是嗯，鸡蛋，我本身就很爱吃，鸡蛋你很爱吃鸡蛋对，很爱吃鸡蛋。嗯还有就是嗯，有怀念台湾的味道。把这个食物拿起来，好，完整的拿起来。我老主人嘅木煮面店，会去用书、用神马、用身体去感受，是青春轮边嘅味道。同时，民众对台湾该团结的，很亮，有一种大明星那个。那个里面是什么来的？里面是那个。我吃到硬硬的感觉。对，我把那个妈妈。我就是感觉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那一种质感是什么。对。对。这个反正就是想象中，就是完全就是黄色，就是我就以为我在台湾吃的那种蛋饼。对，其实打开哇，颜色也不一样。但你很怀念那时候那一种时光吗？对呀，我会想起来是很爽。民众给两样嘅事件，佢讲，也係前持有嘅一段日的。那现在，比如有一张机票可以让你马上回台湾，你会回台湾做什么事情？我会首先，踏回我当初去过的地方，就是回我学校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吃美食，吃我想念吃的食物。早等主人的婚姻，都满起了見到家妹的相處，好點點主人的心情才有了變化。在人生一个过程，然后有最重要的是家人在身边就会很感动。我跟妈妈他们相处的方式就是，我可能在做我自己功课，我就是开着那个视频，他看着我做东西，就算没有沟通，还是就给他看着我。这个很特别哦，就是不说任何话，却好像说了所有的话。因为他当初他反对我去台湾读书，对，一开始他反对，那后来有慢慢不一样吗？他后来就是经过很多人劝啊，他就讲，那他也是自己去发展，然后他才就是答应我去台湾读书。我们没有离开过他身边，然后他觉得不懂我适不适应，然后独不独立，就是他全部就是他从小就把我们照顾好好嘛，全部就是他身边，然后又没有走出那么远的国家，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在身边，然后他就讲，一去就去这样远的，而且不是随时可以回来，然后他就反对哦，他就觉得很不放心，到时候到最后他会真的会答应的时候，还是经过很多的亲戚朋友劝解他，解释给他听。他才讲 ，OK， 我让你去试一下，如果真的不行，你再回来。你就看到，就光听就觉得很感动。就我很喜欢你刚才说那种感觉，就是说这种关系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吃这个酸柑，它那么酸，那么苦，那么令人讨厌，它到底在食物里面它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所以有一天我自己是厨师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酸可以 balance 很多味道，可以把咸去中和，可以把苦去中和。朱尼迪福卡是奇怪的模样，到台湾读书是去掠声音，最唔通人讲嘅一件事情。该爱喏。唔通人講嘅事情是多咧，一下我咪要掉手里，既然主人家咩做得團人排除煩惱，我咪想話一門事，通看下家咩運用辦公。我是一个就是流浪的厨师嘛，那我其实也很想知道说我自己未来这个流浪会
会是怎么样？流浪的是流浪啦，流浪係流浪，但係咧終止到1月，然後停止一個腳步，明白冇？因為停止腳步咧，就係種你就要回家，因為你心跳後壓子，你明白冇？你心跳後壓，你要見到一床。我上帝嘅係能擺運用版，祝你家妹撒講了下嘅情況，市場大嘴股強喲，公等，好點是可以是條通，我老倆吊盤錢是嚇到誒。系統底下，會意識祝你對順條翻譯，祝事業本愛一切平安日，祝福恩人立場順心。说你会慢慢会 feel 到的。啊，第一场见吗？他知道你是啊，他可以猜到。因为他不要给第一次嘛。對家過後，我話到門市是結束咧，祝你家妹撒開始講咧，叫做統計嘅心情。喺這個我哋出世啊，就有一種神骨帶來。我媽媽，我嘅媽媽叫做祖兒的外婆，都係祈禱嘅，佢都係要吐，要吐法，要樣吐哦，要喺男孩樣吐嘅，所以佢吐嘅法嘅有佢傳到俾我。嘅衰嘢，我出到 baby 些時，我要醒骨嘛，而喺傳啊，或者傳膠啊，傳到俾我要喺後人嘅意思。當初我喺領導唔會哦，媽媽講我係做平凡人，我唔可以跳堂，因為咧跳堂冇乜嘅自由，即係唔可以翻佢。做某嘅事情之後，自我綁人唔可以翻佢。啊，而喺翻屋企然後，我哋喺再消化嘅。早生是輪邊嘅下，我堂咧做某嘢沙，都只有老阿妹關心度為難，都按不掉門市嘅下，我堂咧做阿妹沙，因為大天命，偷等咧冇自由。2擺內馬來西亞聽到祖兒媽媽講下，我心裡有很多感觸啦。媽媽也教我動到惠州的客家菜。我的想法係，媽媽又是總僕，又是機生，又是媽媽，她會有什麼需要嗎？然後剛好臭斌爸爸講他去台灣最喜歡吃魷魚啊，好，那就是重慶的凍從魷魚的東西去烤，就做成一個像那個鳥巢的樣子，所以我就想要用這個菜去回饋給他們，也希望可以感動和觸動他們。安布亞愛老祝你家妹做生日，
主年是姊妹都准来了，这品汤是爱送嘅生日礼物，未系本基调嘅祝福。飲杯就食個包啊！哇，什么来的？什么来的？真的你觉得？这个不是有意思吗？有啊，有意思，我知道。这样你就知道了。那这个是一个汤，那我想要你们边拿边喝喝看。看来的。它是汤，你可以喝看。然后我想跟你们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今天想做这个汤。好。那你们没喝，我怎么做？好的。我已经喝了，我已经喝了。治疗才喝吗？胡椒没有。漏水。大妈妈，你还记得那一天你教我什么菜吗？什么东西？只是这个味道很熟悉。很熟悉。其实就是我把这个味道，就是妈妈那一天教了我很多她觉得传统的菜，然后主播又跟我讲说，他其实他最喜欢就是汤，喝汤。他觉得每次回来家里，我就是想喝一个汤。对。可是我不能就做一个跟妈妈一样的汤回给你们，很无聊，一定做的一定不会比妈妈好嘛。对呀。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来表达我的谢谢，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回来就像小鸟一样回到巢里面。回巢。对，回到巢里面。你是有什么味道？干嘛？对，回到巢里面嘛。然后这个是一个鸡汤，但是这个是一个蛋壳，妈妈跟小孩是妈妈需要面子吗？还是我这个可以借你擦一下？因为我今天去黑风洞也流很多汗。他已经流汗了，他讲已经臭臭了，没关系。OK 的。我平复一下心情。我啊，要按摩还是？妈妈是很干净的人。我了解。我们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我昨天有试过，他也是。我需要就是我需要我的孩子在外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妈妈就自我一單數碼斜斜一斜嘛，下擺日啲都好，日啲都愛做唔家父母，日啲都係愛人擁有一隻鳥巢講出來嘅，一樣係做唔家父母，有時日啲就係咁上到就係佢係做父母嘅責任，原來係人擁有嘅，有父母當有指出來嘛，就擁有做到鳥巢，阿爹，我很開心，你幫我做出來我的心意，謝謝你。我剛不敢看眼睛，因為我看眼睛我蠻想哭，所以我一直在吃東西，有看到。媽媽好開心，好開心啊！你會開這個工作，媽媽心是最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還有為了這個攤，媽媽的付出，他們有收到，他們有感受到。每一次他有感受到，為什麼什麼東西我要救人？我要其實這條路也不是我自己願意的，是沒有辦法，媽媽命中帶來，最後行這條路。如果你可以給媽媽選擇，媽媽要選擇平淡的路，就說不選擇要守住這個攤的路。把我長命一點，看住他們生孩子，看住他們成家，我的心願就是這樣。媽媽放手，讓我們出去闖，然後我們出到外面去工作打拼，然後我們才知道，養一個家真的不容易。對，就以前呢，有可能是不會去抱爸爸媽媽，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有這個機會出去，
不在家了，然后你回到来会觉得，也会对，会就会跟爸妈会更亲，跟爸爸妈妈撒娇。对，我学。用食嘅东西本应间同途累连连，对那无餐嘅爱来讲系一种成就，是系记到交嘅平安安顺嘅汉客餐，好得介轮廓送咗咧，大家都笑咧。肯定两个人嘅好感情，我了解出众嘅人，係唔係應該愛聽隻事件進入卡咧？一陣馬來西亞吉同嘅旅行，交個後嘅笑容，我久久是會記得。旅行還要繼續下去，下一站愛去哪呢？會拄到娘班的人情，娘班的故事，那係睇的，我老旅行變咗一片菜。